羅力威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各位老師好。羅力威經過上一次咧，曾經坐過喺失敗區嘅時候，有啲咩嘅體驗啊？對於每一次嘅演出，都希望自己可以唔好令自己後悔。所以，既然之前有嗰啲結果，或者有嗰啲大家嘅悲歡離合，所以希望之後會每一首歌都唔後悔咁唱落去咯。OK，所以你今日揀嘅歌係祝我生日快樂。但係據我所知，好似你之前唔係揀呢隻歌嘅喎。之前都有揀好幾隻比較傷心啲嘅歌，但係因為前幾日因為一啲消息，我聽說有一位朋友，其實呢首歌主要唱係一來同自己嘅經歷都好相似，同埋呢首歌其實係為咗一個人嘅夢想而去唱嘅，而為咗呢一個人嘅夢想而去唱，入邊亦都包含咗所有人對佢嘅支持咯。咁我覺得如果我係要揀呢首歌嚟唱嘅話，我覺得呢個意義係大過一切咯。佢喺網上啦，見到一位朋友支持佢嘅朋友嘅留言，咁呢位朋友係好中意唱歌嘅，但係因為佢自己本身身體唔係好舒服，所以佢就爭啲都想放棄自己。但係當我哋亞洲星光大道播出嗰陣時，佢見到咁多人喺呢個舞台上為咗自己嘅理想努力，佢就將自己嘅夢想，甚至乎係對未來嘅憧憬都擺咗喺我哋所有參賽者，甚至乎係羅力威嘅身上。咁羅力威知道咗呢個故事之後，就希望幫佢圓呢個夢，因為同時呢位朋友都係聽日要生日，所以佢就想將呢隻歌送俾佢。咁我哋就聽呢隻歌，溫嵐的祝我生日快樂。每個人每年都會過一次生日，但如果今年係最後一年，你會點過呢？上個月 Joyce 證實患上末期腦癌，醫生話 Joyce 嘅壽命只係剩返6至9個月。Joyce 熱愛音樂，於是喺佢偶像羅力威嘅網誌上留言，希望喺佢最後一個生日可以聽到羅力威送上嘅生日歌。佢冇諗過，簡單一句留言，一個生日嘅望，竟然可以成真。幾個 key 啊！生日快樂！生日快樂！係提早嘅生日快樂。我好驚，我而家會喊。
從來冇諗過，可能喺電視啊或者電影見到嘅情節會發生喺我身上。好榮幸有咁嘅，即係有咁嘅一日可以為人唱歌。為咗令 Joyce 感受到愛，羅力威臨時改歌，希望用歌聲感動佢，一齊等待奇蹟發生。